市人生活節奏急速，長時間工作、飲食唔定時，加埋高油鹽、外賣同缺乏運動，呢啲習慣容易引致脂肪積聚、血液循環變差，令人疲倦之餘，長遠更會增加心血管疾病嘅風險。其中膽固醇水平尤其關鍵，當壞膽固醇即係 LDL 過高，會引致血管硬化、狹窄甚至阻塞，直接影響心臟功能。要全面守護心血管健康，必須兼顧降低壞膽固醇，提升好膽固醇即係 HDL， 同步加強抗氧化保護。Analab Anacardia Plus Q10 Plus 超心力膠囊專為都市人心血管需要而設計，結合天然植萃同科學營養，以能量、活力、心力為核心，透過三重協同機制，全方位守護心血管健康。第一步，預防血栓形成，降低壞膽固醇。第二步，促進好膽固醇，維持血管彈性同健康。第三步，強化抗氧化保護，抑制過氧化生成。其中一項核心成分納豆激酶 NK， 萃取自日本傳統健康食品納豆，由黃豆經特殊菌種發酵而成，含有天然血栓溶解酵素，能夠幫助溶解血栓，促進血管暢通，從根源支援心血管功能。配合紅曲，即係 Monacolin K。研究指出，紅曲發酵過程中產生嘅 Monacolin K 有助抑制膽固醇合成，維持血脂平衡，協助降低低密度脂蛋白，進而提升高密度脂蛋白。我哋亦加入榮獲美國國際發明展銀牌嘅虎橋麥種皮萃取，含有高濃度芸香苷，能抑制人體內調節血壓嘅關鍵酵素血管收縮素轉化酶 ACE， 具有顯著抗氧化能力，有助調節血壓，穩定血糖，更可促進高密度脂蛋白 HDL 嘅生成同吸收，從而幫助提升好膽固醇，全面強化心血管健康。此外，卵磷脂具有乳化同埋分解油脂嘅作用，能夠增進血液循環，改善血清脂質，清除過氧化物，並幫助降低血液中嘅膽固醇及中性脂肪，減少脂肪喺血管內壁積聚，令到膽固醇更易代謝，從而降低動脈粥狀硬化風險。再加埋升級版輔酶 Q10， 佢能夠為細胞注入能量來源，啟動全身動力，同時喺心臟中含量最豐富，係身體細胞產生能量嘅必要物質，能夠維持組織器官正常運作，兼可發揮抗氧化作用，保護心肌細胞免受自由基傷害。輔酶 Q10 亦都有助預防脂肪過氧化，進一步幫助預防心血管疾病。另外，為皮膚提供抗氧化保護，減緩紫外線傷害同膠原蛋白流失。產品特別添加富含 Omega-3 脂肪酸嘅亞麻籽油，有助促進新陳代謝，降低總膽固醇，亦都能夠保護血管壁，提升彈性，幫助預防心血管疾病同高血壓。如果你屬於三高族群，經常外線、缺乏運動，或者關注膽固醇健康，Analab Anacardia Plus Q10 Plus 就係你嘅理想選擇。每日2粒，建議晚餐後服用，效果更佳。健康係一項長遠投資，由今日開始用 Analab Anacardia Plus Q10 Plus 超心力膠囊，為心血管注入動力，俾心臟動力持續在線，活力無限延伸。